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康華地產 Andy。今日咧嚟到深圳嘅龍華，同大家睇一個現樓嘅項目，70年產權，民水民電，通天然氣，有露台。呢個項目咧，佢賣緊1房同埋2房嘅，總價咧只需要95萬。OK， 喺我身後咧就係佢樓底嘅商鋪啦。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好多鋪頭都已經開咗，包括有超級市場啊、食肆啊咁樣。超級市場喺前邊有間大嘅超級市場。OK， 咁而家咧入手一步，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先。OK， 咁而家咧入到去售樓部咧，同大家介紹下錦順明居嘅區域配套啦，同埋交通先。OK， 錦順明居咧就中間呢個位置，佢旁邊咧有個石粒站。呢條咧就25號地鐵線嚟嘅，在建當中，2年咧2028年就會落成㗎啦。1期工程咧就會去到布吉，2期工程咧就會去到羅湖口岸嘅。咁而家現時咧最近咧就係2.5公里嘅陽台山東站啦。呢個咧係6號地鐵線嚟嘅，我哋可以搭6號地鐵線去到深圳北站，轉乘4號地鐵線就去到福田口岸。咁全程咧就39分鐘。項目咧佢自帶7200方嘅商業嘅，咁鋪頭已經開咗啦。如果上去大型商場咧，4.2公里有個福城嘅天龍廣場，咁過去12-13分鐘，同埋咧5公里有個一方天地呢個超級大型商場啦。OK， 配套就介紹住咁多先。我哋而家咧睇下項目。OK， 我哋睇下個模型啊。錦順明居咧分別有4棟嘅住宅、1棟嘅商務公寓啦，同埋1棟嘅寫字樓、辦公樓咧去組成嘅。咁樓下咧佢會有一啲嘅樓底商，係啦，咁大部分都已經係開咗啦，包括 KFC 啊，後邊有間超級市場，跟住有啲餐廳喺後邊嘅。OK， 全部係現樓。我哋睇翻 A 棟，係啦，佢咧就總層高咧就25層高，2梯8戶，樓底咧係3米嘅平層單位。民水民電，通天然氣，全部咧都係有露台嘅。OK， 管理費咧就6個半一個平方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同大家去睇下佢實體樓嘅示範單位先。OK， 咁而家咧上到24樓，同大家睇示範單位。首先睇一個47平方嘅1房單位，呢個係05戶型嚟嘅，05號房。OK， 咁入門口嘅話咧，佢有個電子密碼鎖啦。喺門後邊咧，佢會有個鞋櫃嘅，上下2排嘅儲物空間，中間可以擺啲雜物。OK， 咁我哋轉翻出嚟睇一睇個客飯廳先。示範單位呢一度咧，佢又擺咗啲櫃喺度。收樓咧就係冇嘅，交樓冇呢個櫃，係啦。咁大家如果中意呢個設計嘅話咧，可以參考佢呢個設計。剛才咧就實尺同大家度咗㗎啦，3米嘅開間，咁佢深度咧就4米77。OK， 喺門嘅入戶門嘅旁邊啦，就係佢嘅洗手間啦。淋浴區、座廁、鏡櫃、洗手盤咧，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OK， 好，睇一睇佢個景先。客廳咧同埋房咧，佢都會有冷氣送翻俾大家嘅。呢條樓底咧就3米高。OK， 望一望個景。呢邊咧佢係西南方向嚟嘅，望出去咧非常之開揚。雙層嘅露台嘅門。OK， 佢露台呢一度咧擺完洗衣機之後咧，都仲有好多嘅空間喺度。呢個露台咧相當之闊落下。旁邊咧就係佢嘅廚房啦。廚房咧係一個明廚嚟嘅，雖然個廚房唔大啊，咁但係咧佢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雙爐頭消毒碗櫃咧都係有嘅，會俾翻大家。好，我哋睇一睇佢嘅睡房位置先。睡房咧佢就係冇窗台嘅。OK， 咁所以相當實用，擺一張雙人床咧可以做到個3邊落床。旁邊咧預留一個衣櫃位俾大家。咁上面咧亦都有個冷氣嘅出風口嘅。OK， 咁同大家報一報個價錢先。1房47平方咧就係95萬起，首期咧就29萬，月供咧6610蚊。OK， 跟住咧就睇個東北方向嘅1房47方，呢個係02號房，咁以空嘅形式展示俾大家睇。好，而家咧睇一個2房單位，62平方嘅，呢個係01號房，東北方向嘅呢個係。OK， 咁示範單位嘅傢俬咧都唔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咁啱啱咧我就同大家實尺度咗㗎啦，開間咧就3米，咁佢嘅深度咧就4米9嘅。
OK， 咁兩房佢嘅露台咧，相對咧就會再大啲啦，再闊落啲係啦。OK， 好，睇一睇佢嘅廚房位先。廚房咧都係明廚嚟嘅嚇，兩個爐頭、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消毒碗櫃。OK， 睇睇佢嘅睡房係啦。咁啊，睡房第一間睡房咧都係冇窗台嘅。咁我哋將張床拍埋旁邊啦。咁啊，旁邊咧有張書台，亦都咧預留咗一個衣櫃。OK， 每間房同埋客廳咧都有冷氣送翻俾大家嘅。洗手間咧就喺出邊，佢做咗個乾濕分離，鏡櫃、洗手盤嚇，裏面咧係一個淋浴區，係一個明廁嚟嘅，有窗嘅嚇。咁啊，座廁都喺裏邊。OK， 咁最後咧睇第二間嘅睡房啦。咁第二間嘅睡房咧都係冇窗台嘅。咁佢擺一張雙人床啦。咁其實就做唔到三邊落床嘅呢一個，你就要將佢拍埋去。OK， 咁啊旁邊咧預留一個衣櫃三門嘅衣櫃位置俾大家。62平方嘅兩房單位啦，總價咧就125萬起，首期咧就38萬，月供咧就8850蚊。OK， 咁而家咧睇04號房，呢個係兩房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呢邊就係西南方向，係啦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客廳咧佢有個冷氣俾翻大家。咁上面嘅天花線啊、射燈呢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好，我哋望一望個露台先。OK， 啱啱咧就睇完實體樓嘅示範單位啦。咁而家咧同大家做總結先。錦順明居咧佢就賣一房同埋兩房，民水民電，通天然氣，有露台，70年產權。OK， 咁啊房裏面咧亦都係冇窗台嘅喎，所以實用度咧非常之高。咁頭先咧啱啱同大家查咗附近嘅一啲租務啊，係啦。咁啊一房嘅話咧租緊3200蚊嘅，如果兩房咧就租緊3800、3900呢個價錢。OK， 咁啊租金回報都有3厘幾嘅。OK， 咁啊項目咧其實佢有個比較大嘅缺點，就係咧佢而家暫時個交通唔係咁方便。OK， 咁啊你要過翻去陽台山站咧就2.5公里。咁啊將來咧就睇將來啦，因為咧佢25號線咧在建當中，2年後咧就落成。到時咧一條線就翻到去布吉。OK， 咁如果同我哋成交嘅話咧，我會送翻3年嘅物業管理費俾大家。咁如果想嚟實地睇樓，或者想攞更加多資料咧，歡迎打電話熒光幕上面嘅電話，亦或者咧可以 WhatsApp 我，亦都咧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展銷廳荃灣南豐中心。今集內容去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